今個週末絕對係我職業生涯過得最艱難嘅一個週末。呢種感覺真係好好。今日可能係我喺法拉利過得最開心嘅一日。失望、傷心、憤怒，呢種真係一種好正嘅感覺。特別係摩納哥呢度，喺咁棘手艱難嘅條件之下，呢度冇借口。我為俾咗咁多支援我嘅車隊上下覺得慚愧。好多謝你哋幫我實現呢個夢想。經過686日之後，咸美頓終於總算喺過去嘅巴塞隆拿大獎賽再次贏得冠軍。連繼之前2場嘅加拿大同摩納哥，佢已經連續第3場能夠企上頒獎台，一洗上季嘅頹氣，更加成功幫助法拉利打破冠軍荒。相反，由上季開始一直到今年季初，都可以穩定地 head 住大佬嘅陸克萊，自從春假返嚟之後，一直都陷於低迷。對上一次能夠企到上頒獎台，就已經要數到上3個月前嘅日本站。而喺過去3場比賽入面，都分別因為犯錯、運氣、剎車等等唔同嘅因素，而引致3場比賽連續2場捧蛋。就算喺再之前嘅邁阿密，都同樣因為犯錯而令原賽名次跌到去第8。所以藉住呢條片，將會同大家分析翻咸美頓同陸克萊嘅交換賽季。I'm just useless. So say again? I'm just useless. Yeah, I'm useless. Absolutely useless. We probably need to change driver. 其中一件事就係今個禮拜有個車迷走嚟同我講，呢句真係令我諗足一個禮拜，就係唔好忘記你係邊個。It's more history for Hamilton. Lewis Hamilton wins a Grand Prix for Ferrari. His first Ferrari Grand Prix victory comes in Spain. Forza Ferrari! Forza Ferrari! 好多謝你哋幫我實現呢個夢想，多謝我嘅屋企人，多謝所有 fans， 多謝你哋提醒我係邊個，冇你哋我根本冇可能做到。經過上年年中以及季尾嘅2度低潮之後，咸美頓最後喺上星期日以 19.561 秒嘅領先優勢衝過終點線，奪得職業生涯嘅第1場紅軍勝利，同時亦係法拉利相隔596日冠軍荒之後嘅第1個分站冠軍，以成績回應翻之前咩英國站後退休，咩法拉利今年年尾提早同佢解約嘅傳聞。咸美頓自從加拿大站宣布決定唔再喺賽前玩 Sim 開始，就一直能夠穩定地快，先喺蒙特利爾呢度 Sprint Qualify 同正式排位入面都看似2度有力挑戰鋪，但2次都係因為最尾一轉又犯錯，而搞到淨係排到啲5566嘅位。然後星期日因為之前已經講過麥拿倫半乾濕胎戰術、羅素嘅壞車呢啲運氣因素下，保送咗佢上頒獎台。之後再憑自身之力解決翻胎號，賽車整體表現都比佢差嘅韋少，最後拎到個第2，成為佢當時嘅最佳原賽成績。呢種感覺真係好好。今日可能係我喺法拉利過得最開心嘅一日，我終於可以擁有一個我一直努力想建立出嚟嘅工程團隊。我覺得呢部車真係好正，班手足喺呢段期間落咗好大苦功。我覺得自己喺而家對部車嘅了解度提高咗唔少，揸得好 enjoy， 好舒服。但其實佢都落後緊比安東尼尼足足 10.768 秒，仲要已經有 VSC 在內。即使喺 Sector 1嘅彎路上面表現優秀，但都係會喺 Sector 3嘅直路跌翻晒出嚟。可見呢副turbo細、馬力低下嘅引擎，足以成為拖後腿嘅因素。然之後就去到摩納哥。原本外界都一致認為法拉利今季首勝好可能會喺呢度實現，因為賽道直路少，而以慢彎為主，屬於高下壓力場，加上呢度連 SM 鬆都冇，大大降低法拉利引擎馬力低下嘅弱點。原本星期5睇落去的確好似有機會咁，但去到星期6又可以俾平治同安東尼尼揾到啲嘢，加上鹿仔又喺關鍵一圈炒車，令當日嘅頭位都係照舊落喺平治手中，而咸美頓就穩定地排翻喺第3。跟住去到正賽，第2嘅韋少因為喺起步之後引擎失去咗動力而提早退出比賽，令咸美頓先提升1名至第2，然後就一直默默跑，直到佢入站嘅第29圈，
已經俾安東尼尼拉爆到大約12秒，仲要因為受到 Pitlane 7速出現誤差嘅鬧劇波連而被罰5秒。好彩太子爺炒車炒得合時， SC 亦出得合時，車隊被逼一定要執行 double stack， 變相抵消咗個5秒判罰。紅旗重新起步之後，亦都穩穩定定再一次獲得第2名，又拎到第2啦，呢種真係種好正嘅感覺，特別係喺摩納哥呢度，喺咁棘手艱難嘅條件之下，就我哋而言，我認為喺過去嘅幾個月入面，我哋都一直進步緊，但依然都係比唔上平治佢哋，可能都仲需要做更加多嘅工作先至可以達到佢哋嘅水平。而家就即管期待一下接住落嚟嘅比賽又會點。而呢個時候，因為羅素嘅被重罰 drive 加上隊友嘅炒車，令夏美頓喺總成績上由第4一下子飆升到第2，成為佢自2021年阿布扎比站之後再一次能夠進佔 Top 2。接住時間就推進到嚟到加泰隆尼亞，可以見到夏美頓以及法拉利喺3節練習入面嘅表現都明顯地比麥拿倫、平治甚至係韋斯塔本比下去。當中夏美頓喺 FP1 就讓咗俾 Dino Beganovic，FP2、FP3 都多次投訴過賽車手感奇怪、車尾缺乏抓地力嘅問題，但去到排位，夏美頓同盧克萊卻係可以先後喺 Q1、Q2 成為該節嘅第1同第2。夏美頓喺最後階段亦都成功交出一個神圈，以0.064秒之差飲恨頭位，奪得法拉利今季首個頭牌起步資格。去到 FP3 嗰陣，我發覺自己都依然仲係慢，起碼0.4、0.5秒。當時我心諗死啦，我要喺邊度先可以追得快啲時間翻嚟？所以喺排位之前，我翻咗去我架休息露營車冷靜一下，之後再翻嚟，之後就到而家可以跑到一個咁好嘅圈出嚟。呢班友仔當然發揮得好好，不過我哋而家正係處於一個好有利嘅位置，聽日絕對有得打有得爭，所以即管睇下點啦。喺呢個差啲拎到頭位嘅圈之後，一眾嘅外國車媒都將重心集中喺法拉利身上，有指法拉利喺星期5故意利用重載油量誤導平治同麥拿倫，又有指佢哋所帶嚟嘅8大升級進步幅度，直頭超出咗車隊人員最初預計嘅0.1至0.2秒。亦有專門分析 F1 賽車數據嘅 page 研究指出，更新後嘅賽車大大降低咗風阻，令佢哋成為咗排位入面最快極速嘅創造者。而喺最後亦都真係一如所願，由原本喺第2起步嘅夏美頓贏得比賽，打斷平治嘅6連勝。仔細一睇，喺呢場比賽入面，雖然表面上夏美頓好似只係因為好彩有 VSC 先至贏到，但事實上就算冇任何異數出現都好，夏美頓都好有可能可以贏到呢場比賽。逐樣睇返，由第2出發嘅夏美頓已經再冇辦法展現法拉利嘅起步優勢，拎住紅胎嘅佢不單止挑戰唔到羅素，起步甚至比後面嘅安東尼尼更加慢。只不過 Kimi 冇位走，先冇威脅到夏美頓。頭位出發嘅羅素喺 clean air 嘅環境之下，能夠逐漸將領先差距放大。其中喺第2圈至第10圈期間，夏美頓單圈平均比羅素慢0.287秒，兩人差距喺第10圈嘅時候已經去到4秒。眼見賽道上搞唔掂，而且呢個距離都仲喺 undercut window 入面，於是法拉利策略組就只能夠向戰術角度埋手。所以喺第11圈，夏美頓率先入站換上白邊胎，而平治當然就即時回應翻佢哋嘅舉動啦。喺12圈尾召喚羅素入站，一樣都係換白胎。喺呢一個胎段期間，夏美頓部法拉利依然都係唔夠羅素部平治快，14至26圈單圈慢羅素大約0.111秒，亦都比條胎更加新嘅安東尼尼都慢咗0.477。然後喺16個圈之後，夏美頓再喺第25圈入站，今次就換上黃胎，確立佢嘅3停策略。話我知我應該要做啲咩時間出嚟。20.9，六仔喺前面，你哋行緊唔同嘅策略。之後夏美頓就開始 flying，
拎住14圈 Tile Delta 嘅佢喺出嚟之後嘅短短7圈做出嚟嘅時間全部都比羅素快2到3秒，但由於平治方面一直都係堅持用二停，所以喺呢一個梯段入面都只能夠望住啲時間慢慢咁樣蝕走，加上呢2-3圈嘅平治內鬥又再跌多啲時間出去。Lewis 將會行3停，我哋依然保持翻原本個 plan， 而家只需要 match 翻 Norris 啲圈速就得。然後羅素就喺第36圈入站做第2停8轉8，出站之後落後夏美頓 17.2 秒。正當諗住今次到佢可以用 Tile Delta 追翻啲時間嗰陣，偏偏遇着主場車手艾朗素出現機械同電池故障，擺低咗部車喺 Kempsar 灣道大會出事 VSC。由於虛擬安全車期間換胎只需要大約12秒，令當時領先緊20秒嘅夏美頓突然之間有一個特價 pit stop 喺第41圈再次入站換上白胎，出嚟嘅時候依然仲喺羅素之前，之後就進入咗佢嘅 Hammer Time 模式，拎住比羅素新5圈嘅胎。喺43至第2次出 VSC 嘅第61圈期間，夏美頓單圈快足足 0.886 秒，然後最後領先羅素 19.5 秒衝過終點線，成為本季最大完賽秒數差距。但如果冇 VSC 又會點？當夏美頓都係喺第41圈入嚟，出返嚟之後都係會有5圈嘅 Tile Delta， 理論上做出嚟嘅時間應該都係差唔多。頭先都有講過啦，佢嘅圈速比羅素快 0.886 秒，就算係 Kimi 都好，都同樣快大約 0.691 秒。就算平治走去落 order， 叫 Kimi 死頂住佢，咁嘅圈速優勢，相信要死頂都唔會頂得太耐。夏美頓要追到兼超越埋佢哋，雖然要落多一啲苦功，但都相信絕對唔係一件難事。而且又可以睇翻張 race pace 圖，夏美頓係最快，第二就係重有 pacing 出奇地好嘅韋少，而羅素直頭已經去咗第6，慢比佢成 0.62， 就算 Kimi 都講緊 0.6， 所以喺呢度都真係要讚一讚法拉利戰術組，一早已經盡在掌握。呢個可能都會係2024年 Monza 之後另一場策略大師嘅代表作。而喺呢度亦都要向大家介紹一個人，就係夏美頓叫佢做意大利波奴嘅 Carlos Santi。Santi 係米蘭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之後，喺2011年開始加入法拉利，一直效力至15年後嘅今日。最初擔任 Vehicle Modeling Engineer， 直至2016年由幕後被調到幕前擔任 Performance Engineer。後來喺2018年，真 Kimi 拉高倫原本嘅比賽工程師 Dave Greenwood 決定離開法拉利，翻返去 WEC 嘅 Manor 車隊，令 Santi 暫時接任 Race Engineer 一職，直到季尾俾人調翻去 Maranello 做 Head of Remote Engineering， 直到7年之後嘅今日，又再調翻嚟做夏美頓嘅臨時比賽工程師。我覺得 Carlo 就好似我嘅意大利版 Bono， 佢行橋多過你行路，個人好成熟，好有經驗，而且非常之冷靜。我哋可以一齊深入研究細節。我覺得我哋大家對工程技術層面就好似心靈相通。不過相信經過夏美頓咁樣講完之後，應該都唔會再係臨時。聽 radio 都係聽到工程師講嘢 firm 咗，同車手嘅對答多咗唔少，唔會再10問9唔應，而且答翻嚟嘅嘢真係有用，而唔係 Wiki 哥嗰種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至於喺賽車方面，都有賴賽車胎耗有明顯嘅進步，先至咁成功。今場法拉利嘅8大升級入面，裝上咗由 BBS Japan 開發嘅新款後輪圈組，即係廣東話俗稱嘅車鈴，專為控制輪胎溫度而設。呢個由法拉利工程師同 BBS Japan 共同開發嘅輪圈，喺輪圈嘅輪腹區域2層碳纖維壁之間打造咗一個獨立嘅氣室，並配置專用進氣口，令冷卻剎車碟嘅氣流可以完全分離。佢能夠利用氣室隔離剎車系統產生嘅高溫熱能，防止輪圈內嘅制動熱輻射傳到輪胎，目標令胎壓穩定，改善胎耗。加上平治一向都係喺呢啲比較熱嘅場地裏面發揮得比較差，所以今場法拉利絕對贏得實至名歸。陸克萊，溫如其名，喺近呢幾場比賽都完美地展現出佢到底有幾黑，證明出悲情車手呢個名並唔係浪得虛名。近3場比賽佢炒車、壞車、剎車問題都經歷盡，
3場比賽連續2次捧蛋，只得19分，大幅落後比隊友嘅64分。其中佢喺巴塞排位炒車之後咁樣講：如果我哋喺摩納哥冇瀨嘢會點？呢個禮拜我冇撞到車會點？而到目前為止，呢個都係一個好積極嘅週末，因為我對部車嘅手感又返咗嚟，對聽日亦都仍然好樂觀。我應該要係更加高嘅名次出發，但我竟然出現咗犯錯，我為俾咗咁多支援我哋嘅手足，覺得慚愧。事實上，鹿仔由春假返嚟之後，一直都唔多掂。邁阿密喺轉唔到彎嘅情況下，僅僅能夠帶到部車返嚟，但之後又因為出界過多而被重罰20秒。跟住加拿大又零速度，摩納哥又再主場魔咒，安全車之後炒車，巴塞部車又遇上液壓系統問題。比賽 head to head 上現時已經5-5，俾隊友追到打和，排位6-4，頒獎台4-2落後，分數上亦以115-75分落後，相差足足40分。咁到底點解佢會忽然間同咸美頓交換咗賽季？逐步睇翻，首先係加拿大，陸克萊由星期5開始一直都穩定地落後俾隊友，並且喺 Sprint Qualify 入面拎個第6 ，Sprint 入面提升1名至第5完成。但當時佢就投訴個 brake 好唔穩定，大大降低咗對賽車嘅信心。整體嚟講，我對個 brake 感覺唔多妥，喺所有剎車點入面都表現得相當掙扎，真係令我損失咗唔少時間。佢喺接住嘅排位入面，成為咗上游最慢嘅車手，得第8。呢個係一場災難，應該係我職業生涯最棘手嘅一個 weekend。我絕對冇誇張，真係好恐怖。由尋日嘅剎車問題到今日條胎入唔到工作溫度，直到 Q3 最後一圈先叫做好煩少少。而喺正賽入面，佢都係得個跟字，第8出發，麥拿倫 Inters 自動讓位，先升2位，羅素再退賽，加上 Hedra 俾人罰完10秒，再 Stop and Go， 令到鹿仔喺冇鏡頭嘅情況下，返到熟悉嘅第4完成比賽。睇翻成場車嘅圈速圖，都係見到陸克萊喺比賽入面幾乎每一圈都比咸美頓慢，而喺賽後佢自己就話呢場絕對係職業生涯最艱難嘅一場比賽。呢個係一個好可怕嘅 weekend。我尋日都講過啦，呢個可能係我職業生涯最艱難、最棘手嘅一個 weekend。而家已經完成咗場比賽，我可以更加 firm 咁講，呢個絕對係我職業生涯最艱難、最棘手嘅一個 weekend。成場車一路都好慢，最後15到20圈，我只係想呢場車快啲完咗佢。然後就去到佢嘅家鄉戰摩納哥，呢個禮拜形勢就調翻轉啦。今次佢喺星期5、6圈速都平均地可以喺咸美頓之前，並且成為頭位大熱。可惜始終敵唔過主場魔咒，原本擦出紫色 mini sector 嘅陸克萊喺出12號彎嗰陣甩咗一甩，由尾胎直接 ban 落防撞欄，爆胎收場。正賽再次以第4名出發，接住喺星期日，一嚟有賴韋少起步壞車，令佢一直能夠 keep 住呢個第3，甚至係比賽中段因為咸美頓被罰，一度有機會進佔第2，但一切都俾太子翼嘅炒車搞禍晒。Stroll 尾彎撞出賽道，賽會出示安全車，法拉利果斷召喚2位車手入站進行 double stack， 但由於咁樣做會令咸美頓原本嘅5秒判罰抵消咗，自己原本明明只要繼續保持住就可以拎到第2，然而佢當然好不滿啦。點解我哋要入嚟？點解唔留翻喺出面？不過呢度只能夠話佢唔好彩，因為正常有特價嘢又冇理由唔奶噶嘛，一個入一個唔入，又可能出現咸美頓新紅追鹿仔舊白嘅情況，大大增加攬炒嘅可能性。所以入或者對鹿仔嚟講係蝕咗，但對於車隊利益嚟講，保住2、3先係最緊要。但喺65圈尾，咩都唔需要再多講，陸克萊喺安全車完結，準備重新開始比賽嘅時候，喺尾彎自炒，成為佢職業生涯第4次喺主場退賽收場。我唔會為呢單嘢負任何責任。4組剎車，3組都冇辦法正常運作。左前剎車運作正常，右前剎車又只係得一半效率，尾胎兩邊剎車又完全失靈，咁樣出意外都只係遲早嘅事。我唯一能夠講嘅就係，下一場我將會轉用 Lewis 個剎車系統。不過鹿仔當時用緊嘅剎車系統公司 Brembo 聽完佢咁講之後，就即刻出聲明表示對佢嘅言論感到非常驚訝。雖然亦都可能同賽道路面上嘅 tarmac 裂縫有關，但鹿仔咁講，我哋就咁信啦。不過就算俾你換埋個 CI 剎車系統解決呢個問題，之後去到巴塞，佢嘅衰運頹依然換唔走，又係喺 practice 入面穩定地領先住隊友，但偏偏又再喺關鍵時刻炒車。
從原本有機會爭奪頭牌，秒變第10。4號彎係我表現得較為弱嘅一隻彎，所以我故意鬆開剎車，想賺多啲時間。喺彎道中段都仲係唔錯，但我最終竟然將部車帶咗去賽道嘅污糟位，撞咗出嚟。呢度冇藉口，絕對係我嘅錯。至於喺星期日，佢憑住法拉利穩定而快嘅起步，一嚟已經上咗去第7，之後再喺第8圈 Around the Outside 輕鬆 KO 埋奧斯卡，上到嚟第6，跟住落嚟就一直 keep 住翻喺呢個位，直到62圈，因為 SF26 出現咗嚴重嘅液壓問題，引致 Brake by Wire 同 Power Steering 同時失效，令佢失去轉彎能力，喺2號彎鏟上 Gravel， 最終捱到翻 pit 退出比賽，成為法拉利今年首次因為賽車問題而需要退出比賽。呢個係一個動力轉向問題。簡單啲嚟講，我冇咗剎車，轉唔到波。我嗰陣都唔知發生咗啲咩事。總之就係又要退賽。不過至少見到車隊終於都可以贏反次，都證明啲 upgrade 係 work 嘅。嗰年夏美頓就係因為日本站嘅速度不如隊友，慢慢一直退，直到翻到歐洲嘅 Imola 先叫做好似有啲起色。但之後去到暑假前嘅幾場比賽，佢又再次諗歪咗。然後季尾嘅4站比賽更加係慘不忍睹。至於而家嘅鹿仔又會唔會行翻佢上年條舊路呢？人一行起衰運，的確可以衰到貼地。你睇羅素就知啦。隨住隊友開始能夠挑戰自己嘅地位，到底洛克萊會部隊上幾場羅素嘅後塵，定係可以調整心態重新出發呢？就即管睇落去啦。經歷咗巴塞呢場比賽之後，至少可以證明平治嘅統治性地位都叫做冇當年咁屈機，亦都見到法拉利似乎好似有翻啲希望。至於講到有冇機會重演17-18年法拉利大戰平治嘅場面呢，就要睇下目前法拉利官方已經 confirm 咗，預計會喺今個禮拜尾嘅奧地利站帶嚟嘅全新動力單元效果係如何啦。法拉利根據 FIA ADUO 評核出嚟嘅結果，萬國最快動力單元多出 4% 所允許嘅今季同下季各自可以升級2次嘅特權，喺嚟緊嘅奧地利帶嚟佢哋嘅第3版動力單元，配合重新研發嘅 Shell 燃油，據稱能夠提升4至5匹，兼 Shell 新油可以帶嚟額外嘅2至3匹馬力，預計可以令賽車嘅單圈速度縮短至少 0.1 秒。但又有消息指，法拉利引擎實際落後平治 Ford 足30至35匹馬力，所以都真係要睇下實際情況係點，仲有引擎嘅可靠性能唔能夠好似而家咁穩定。總括嚟講，法拉利要打破19年嘅世界冠軍荒，同夏美頓要競逐佢嘅第8冠，喺呢一刻睇落去的確係有機會嘅，始終都仲有15場比賽喺後面，唯有祈禱盼望唔好再步2022年嘅後塵。Next year is our year。咁條片就嚟到呢度啦，估唔到嘅係喺意大利入唔到世界盃嘅情況下，我哋居然可以連續6個比賽週末都可以聽到意大利國歌，所以希望跟住落嚟嘅比賽依然都可以聽到呢一首國歌，最好係摩納哥或者英國之後啦。最後記得分享、讚好、訂閱同埋留言 ，follow 埋我哋嘅 IG、Threads 同埋 Facebook。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